乡亲啊，讲这个新加坡除了新冠病毒的疫情之外，嘛去有天狗日物价一粒头两粒大。因今年为着天狗日的人数高达22000外人，是史上上多一届。啊，咱台湾今年的病例数虽然较少，但是嘛捌爆发过危机，更加袂当来大意。台南市道学校的社团教学生用简单的材料来做抓蠓仔的器具，咱的乡亲时代嘛会当试看咧。 蠓仔飞来飞去，挖这个黑色的桶啊，有一个坑，试探看卖，一个飞入去就自投落网。这是台南市延平国中王社学生家己做的抓蠓仔桶，重点是所有材料成品加起来却免30块。然后把它放在纱网上面。 将手中饮料杯啊加较底咧，内面打好新黏。五金行买来的西蠓仔脱离中央，袂使伤大芳，搁套发在软盆，将水甲倒入去，简单就完成啊。它产卵一定要找水，就会到诱杀的这个装置来。 分配放伫学校内底树仔骹便所每一个角落，掠到量若较济所在，就要检查边啊敢有积水。 可以知道我学校哪些地方蚊子相对比较多，因为我们家蚊子很多，抓到还蛮多蚊子的。虽然天狗这个确诊数到7月31日为止，台湾确诊敢若14例，甲今年2年100加178例比较起来，算是有较低，但不过嘛袂使大意，因为新加坡今年病例有22000几例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，还有20个人死亡。专家嘛提醒讲，9月才是台湾天狗这个高峰期。 家长会使带囡仔做抓蠓仔桶，唔通让天狗日有机会发生。